续来到南投德山，有一对种槟榔的农民翁仔某转型改种红色的羊角豆。两翁仔某坚持用天然的方式来种植管理，种出来羊角豆正受到市场的欢迎。 德山镇一对青农翁仔某本来种植槟榔老叶，不过因为食槟榔的人哪来哪少，就开始转型种植别款的农作物。其中上特别的就是这红色的羊角豆。父母就是都是务农的，然后从小就是有接触农业这一块。包槟榔的部分，槟榔已经是黄昏的事业了。因为种红色羊角豆的人较少，和翁仔某两个人伫咧种植过程遇到真侪问题，所以因就开始去参加农委会农改场开办的课程。 先把土壤管理好，植物自然就会比较少有一些病虫害。现代人是真注重食食安全，因坚持用天然管理方式来种植红色羊角豆，而且拢有经过德山镇安全农业发展协会监督，互消费者会当食安心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